係今日嚟試食呢個新馬餐廳嘅蛋撻熱奶茶，咁開個餐單俾大家睇下。咁大家需要嘅就停止個圖睇睇啦。我因為你係咪擺得光喺上高？咁有早餐啦、午餐、特餐、粉麵。咁即係特色有個叉燒會議啊，右下角特別推介，好少可有。另外飲品咧，見到好特別，見到個叫做凍飲谷菇，唔知咩嚟嘅。如果知道嘅話聲俾我知啊，唔該。另外有兩個飯餐間咧，咖喱飯，一個老炒粉麵，咁又凍飲加3蚊。今時間12月8號啊，時間都4點53分，差唔多5點啦。咁咪佢度冇下午茶，咁咪橙嗌啦，呢個熱奶茶，一個蛋撻，咁咪等埋熱奶茶嚟啊！